这支蜡条代表希望，我奉主耶稣的圣名，点倒这支蜡条。这支蜡条代表主爱，我奉主耶稣的圣名，点倒这支蜡条。 奉耶和华的名来的，应该得到福气。耶和华是上帝，伊的光照阮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感谢你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尊你做权。恁着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 世间千人拢着点睛，天上下地面前，无地挂入世间小事，但我愿意修书，上帝。 心敬敬。现在请咱三甲来吟圣诗，俄罗上帝圣诗65首，为着美丽的地面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 为着美丽的面，为着灿烂的清新，为着万出世来所受一切阻碍，以白上的王座下，我若称呼你尊名。 为着当时的敬礼，为着明日虽无病，山水花马和恭敬，一过亲心就更亮。你白上的王座下，我若称呼你尊名。
着你望的福气，为着心心的欢喜，使阮无愿通欣赏，有声有影的温柔。你别上帝阮这下，我落请予你尊名。为着温暖的家庭，兄弟姊妹爸母亲，天顶地像好朋友，关心看顾个温柔。天父上帝阮这下，我落请予你尊名。为着主一个阮为，特别小事愿应对，相信稳定甲认真，地上生活甲养成。天父上帝阮这下，我落请予你尊名。阿门。请咱议员徛地，做伙用四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。我信圣，公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的复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兄弟，请坐。请咱三甲来启用，启用文35篇，圣诗后壁面，启用文35篇。以赛亚55章，见若恁喙焦的，就来就近水；也无钱的，恁就来买来食，来啊，毋免银，毋免价钱，来买酒甲面。恁啥事开费钱，买迄个袂食伫的物？啥事着我伫迄个袂互人食饱的啊？恁着留心听我，就会食迄个好物，得着享受优美，互心欢喜。着趁摇花通找着时来找伊，歹甲伫伊三千斤的时求叫伊，歹人着离开伊的路，不义的人着改换因的念头。规往摇花，伊要怜悯伊。归恩咱的上帝，因为伊要骗行赦免。摇花讲：我的念头毋是恁的念头，我的路毋是恁的，因为天怎样较悬地，安尼我的路较悬恁的路。我的念头较悬恁的念头。因为亲像雨甲雪，对天降落，也无搁倒转。就是论地土地，互地出发芽结实，互野种的有种子，互遐个有美娘。我的喙所讲出的话，也要安尼决断无空空倒转来我遮。是要互我所欢喜的，要互我所找伊所做的事得到亨通。恁出去要欢欢喜喜，得到引带平平安安。大山小山要伫恁的面前出声唱歌，田野的树木拢要打手，上闢发声来替这个草刺，
公念树发生内底即个，这是要做妖法的名的纪念，做永远的证据，未为真途。请咱三甲来吟圣诗245首。圣诗245首，我情哪样失迷，请咱一个吟全首。我情哪样失迷，叫我人参去世，无情的声我无爱听，无爱对伊去行。我情我行风中，无爱徛去溪中，天边的声我无爱听，爱的是过去行，无车做游离，会晓做伊兄弟，经过做心机空也，爱的找我伫遐，做着我也袂心，要我真心失去，伊就可怜将我来爱，由我毋免失迷，无家就是耶稣，做我救主保护，让伊保护使我受惠，由我脱离是罪。当我登下坡，抓我来行正路，抓我破我个入油条，用的油漆袂扬。我将你归有本，辜负我家大恩。我当听无家的声，我一条来听。我情虽然波涛，做我往心悲伤，来顺探我的地背，因为我被开。阿门。啊，这请咱即时三甲额头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俄罗你的大疼痛。今仔日是阮欢喜等待主耶稣降生的圣主日，阮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，阮就亲像是主你所疼的儿女，欢喜倒转来到老爸的厝内，伫遮享受家庭的温暖，彼此的祝福，嘛有互相的鼓励甲安慰。感谢主你的恩典，以马内利的同在，保守阮经过充满挑战的一年。主感谢你怜悯阮，保守阮平安。听阮的上帝，阮嘛感谢你，将你独生的圣囝主耶稣基督赏赐予阮世间人，
你搁伫地上设立教会，诚做有你同在属灵的记号的属灵的大家庭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每一摆阮进入教会，阮摕到教会周报，阮拢无袂记伫教会宣教的宣言，也就是这场教会是用基督做中心的教会，要诚做人心灵的家。主耶稣，伫阮迎接你降生的日子，阮搁一摆求你用你真道的话来洁净阮，互阮的教会诚做搁较下伫主你的旨意的教会。愿圣神充满伫阮的圣会，点入每一人的心中，互阮的心神觉醒，带阮脱离黑暗，进入光明的国度。恩典的主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每一日赏赐阮新的慈爱甲恩典。总是因为季节天气的变化，阮要为着身躯欠安、病痛软症兄弟姊妹来祈祷。求主你保守、医治、照顾，特别阮为着年长的长辈，求主你保守因心身灵健康平安。主啊，伫迎至圣诞节的时，教会有真侪的事工咧无闲咧准备，恳求圣神保守阮逐人的心，互阮的心中充满主耶稣的疼。阮也要拍开教会的门，甲社区的朋友。三角来分享，来领受主耶稣降生的疼、平安甲喜乐。听阮的主耶稣，感谢你道成肉体来到世间，阮搁一摆摒空阮家己，用心智换心来变换阮家己，搁一摆迎接主，你降生伫阮的生命中，愿主的疼临到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家庭，充满伫阮的教会。愿献上满满的感谢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名。阿门。上帝有道，就是渡去世间的罪，求你怜悯我。上帝有道，就是渡去世间的罪，求你怜悯我。上帝有道，就是渡去世间的罪，使我平安。学乐，请献歌队。
这是咱三甲来恭守上帝的话。记载伫旧约圣经马拉基书第3章17节到18节。马拉基书第3章17节，万军的耶和华讲：伫我所定着的日，因要归伫我，做特别的宝贝。我要疼惜因，亲像人疼惜迄个服侍伊的囝儿。18节，迄时你要阁会晓得，好人甲歹人的分别，服侍上帝的人甲无服侍上帝的人的分别。阁看另外一位记载伫路加福音15章11节到24节。路加福音书15章11节，佮讲某人有2个囝，迄个第2个甲老爸讲：阿爸，将我应得的业分予我。伊的老爸就甲因分家伙。佮无几日，迄个第2个囝已经收拾伊的物，出外去远远的所在。伫遐放荡毁坏伊的业，已经算了，拄着迄所在大饥荒，伊才知欠缺的艰苦，就去徛迄所在的一个百姓，迄人找伊去山里饲猪。16节，爱将猪所食的豆荚来煮鸡，也无人予伊。伊醒悟就讲：我的老爸有偌济长工，米粮才有剩，若是我伫遮，你要枵死啊！我要起来去找我的老爸，甲伊讲：阿爸，我有得罪天，甲伫你的面前。打了后，我袂堪得叫做你的囝，就互我亲像你的长工一个，就起来。去找伊的老爸，3里抑阁远，伊的老爸看见伊就怜悯伊，走去抱伊的颔棍，直针，甲伊针。囝就甲伊讲：阿爸，我有得罪天，甲伫你的面前，打了后袂堪得叫做你的囝。若是老爸对伊遐的奴仆讲：紧紧遐上好的衫来甲伊穿，搁甲伊挂手指，煞互伊穿鞋，也牵迄只肥的牛仔来抬，咱食来欢喜。24节，因为我即个囝死有搁活，失落有搁得着，因就三甲欢喜。迄时，伊的大囝伫园里倒来要到厝。听见作乐甲跳舞的声。以上正道寻找回家的路，找找回来厝的路。请曾牧师。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进入圣殿来敬拜你，伫你施恩造成，阮向你恳求甲祈祷。自圣诞节是一个真特别的日子，阮虽然未堪得，但是你首先用你的救恩，你家己降临伫这个世间。阮要恳求主，你互今年的圣诞节，真做一个每一个人拢定心甲主你连结。也享受主耶稣降生满满的福分，主祝福阮今仔日的主节，但愿向你拍开阮的心门，主恳求你顺你的圣手，带阮倒转到属灵的家庭。你伫阮的内心咧听候阮，亲像圣经耶稣所讲，迄个咧听候浪子回头的老爸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，将阮流浪的心来向你摆列。恳求主你用你的慈爱，
带阮倒转到你身边，阮伫你的面前用较好的心，恳求你接纳阮，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我给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圣诞节是一个什么种的日子？我想咱真侪基督徒，有的人已经一世人。圣诞节逐年拢咧过，伫圣诞节中间，咱有什么种新的感动、什么种的期待，甲什么种伫上帝面前，搁一摆，甲主深深来连结。圣诞节是一个什么种的日子？对每一个人来讲，伊的意义拢无共款。对大人、对囡仔。对无队友、对基督徒，咱伫圣诞节时，咱的脚步是什么？有的人其实已经把圣诞节当作是一个活动，咸菜已经习惯，或者讲较粗鲁的话麻痹，咱无感觉圣诞节有什么种的特别。只不过是一个教会一年到年底中间所安排一个特别的活动尔。所听兄弟姊妹，圣诞节绝对毋是一个活动。圣诞节是一个通大家纪念，所有活动应该拢是礼拜。所听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重新来思考，圣诞节到底是什么？伫西方的世界，欧洲、美国，因把圣诞节当作是一个回家的日子，就亲像台湾人。到伫旧历过年的时，真少人无倒去爸爸妈妈的厝，咱家己叫做29暝，叫做团圆。所以西方的世界真侪人因家24，就是10月24，当作是一个平安暝，就是迄个暗暝是一个所有出外的人拢回家，然后伫迄个所在互相拥抱。分享一年所中间，因甲对方所准备的礼物。24个暗暝对西方的世界来讲，是一个回家的日子。今仔日牧师甲咱做伙共读的这两段圣经，虽然无讲明讲到圣诞节，但是这两段圣经拢来讲起一个主爱的老爸，为着伊所疼的囝儿。马拉基是圣经旧约中间最后一本的经文，伊是一个预言。伫耶稣基督要降生之前，今仔所读的圣经讲，伫特别的日子，上帝为着伊所疼的人，就亲像老爸疼囝儿，伊咧听候伊的囝儿转来。所以今仔日牧师要甲咱做伙思考、祈祷、学习的功课。就是回到上帝的身边，回家。回家这个题目，对信仰来讲是一个足特别。虽然讲回家是一个真咱的俗世的生活中间，咱逐日拢咧做的工作。日出去工作，暗时回来，逐工咱一个规律的生活中间，有去工作的定何尝嘛有倒来咱回家。回家毋是干那一个俗世生活中间的一个生活的迁徙出入。回家伫信仰中间有真侪宗教拢来讲起，伊叫做归回、皈依，就重新倒来到上帝的面前。伫这个21世纪的世界，全世界已经有真侪发展甲文明，对多数的国家经济拢改变。但是因为经济甲竞争，所以事实上有真侪人伫这种的工业化、现代化的生活中间，有的人变做真失志、真流浪、真疏远、真孤单、真艰苦，有家归不得。所以今仔这个时代，回家对真侪人来讲，是一个真奇怪的感觉。因为有真侪人，伊的家庭和伊的感受，并毋是真好。你捌有你的朋友是下班了无要倒，愈晚倒愈好，因为倒喺厝里中间同床异梦，冷淡冤家，
所以家对伊来讲不是一个很好的图像。敢有这种你的朋友？今仔日有真侪街头游民，因甘愿流浪伫外边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伫现代教会中间咧发现一项，就是教会应该开门来接纳所有流浪的人、孤单的人、疏远的人。圣诞节既然是一个回家的感觉，所以愿咱做伙祈祷。那对咱个人来讲，我要鼓励兄弟姊妹，放落你的野性。因为人的本性中间拢有一种的性格，就是闯天下。圣经中间有真多这种的故事，就亲像今仔日的圣经咧讲起这个后生，第二个后生，伊甲伊老爸讲：“我应该得的业，你分财产给我。”伊马上款款的就出去，咱家叫做闯天下。但是真侪人伫世界的中间打拼，最后才发现，世界甲老爸的家是无共款的。世界甲老爸的家是无共款。所以今仔日的圣经中间有一个主题，除了咧讲起回家以外，佮另外一个主题叫做晓悟觉醒。伊忽然发现，这个世界甲伊的老爸的家是无共款。无论是马拉基第3章18节。或者是路加15章，伊拢咧讲起一个人，伊忽然觉醒，我老爸家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做基督徒，咱爱知，这个世间甲咱的上帝的家是无共款的。咱虽然活伫这个世间，但是咱是属伫天父上帝。原来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的心无搁再流浪。伫今仔日个世间中间有真侪人因有家归不得。如果有你的朋友，你替伊祈祷。检查咱无法度为每一个即种的流浪伫外面放逐自己的人，咱无法度为因做真完整的即个友情亲情的陪伴。但是咱会当家祈祷。伫圣诞节，咱邀请因来甲咱做伙，毋是食爱餐。是来享受一个伫上帝的拥抱，甲听，咱定心咱的生命找到一个归属。家庭应该是一个充满接纳、充满听、充满拥抱、充满平安的所在。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上帝祷告，主啊，独独你的教会，独独你所享受我地上的家庭，拢要伫上帝你的祝福的中间。我要因为回家，阮的家庭得到祝福。真少家庭圣诞节遮尔水啦，就真像咱咧听讲道，伊是一个真理想。咱咧讲起老爸家教会是一个理想，那就喺天堂。无使用这张相片，我看了家己嘛有一个真感慨。咱做基督徒遐久，咱啥物时阵咱的家庭圣诞节有布置甲遮尔水？咱的教会已经算真有气氛的教会，对吧？但是兄弟姊妹，上重要的气氛毋是布置，上重要就是迄个家庭的中间充满一个温暖，互人真野生的时阵，伊第一个想到就是我要回家。牧师代表上帝邀请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回家吧，享受咱的天顶的上帝，甲咱陪伴一个属灵的家庭。咱的心若有上帝，迄个所在就是天堂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圣诞节是一个人甲上帝和好的日子。圣诞节虽然咧讲起耶稣的降生，但是这个降生的故事应该讲得完整。所以圣诞节最大的目的就是上帝来到这个世间。伫孤单的人中间，伫丧丧的人中间，伫一个无受接纳的中间，是一个困迫的中间。这个上帝来到咱的中间，或者讲，这个上帝伫伊的天堂，伫伊的厝，逐日日日的笑脸，迄个流浪的囝儿倒来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
耶稣所讲的这个故事，最重要就是咧，甲咱讲起，有一个听咱的老爸，伊永远听咱，伊嘛欢迎永远接纳咱。无论咱有跋倒，无论咱有流浪，无论咱有野性，这个天父上帝拢咧听候咱，醒起来，倒去，然后甲伊讲死个活。失落个得着，所以天父兄弟们，找倒来，上帝所创造咱迄个荣耀囝儿的身份。所以回家是一个真要紧的属灵的功课。所以不教讲皈依三宝，我毋知讲皈依三宝是啥物意思，但是咧皈依的意思就是讲，将伊的心完全拍开来接纳。圣诞节就是一个节期。将咱的心完全拍开，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虽然遮尔普通，遮尔寒慢，但是你用世间上宝贝，就是你家己的名，你家己的荣耀，甲你的疼，耶稣基督来做我的救主，做我的帮助。所以圣诞节是咧甲咱讲起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要带咱回家。或者这个回家，毋是咧只讲回到天堂、天堂，啊目睭就开去安尼，毋是。这个回家就是讲，咱伫今生今世，上帝有准备一个伊充满疼、丰盛的画面，伫咱野生的时阵要互咱休困的。这个家就是你我咱的家庭，但是这个家嘛是代表教会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恁的家庭，咱的教会。拢真做一个互受伤的人、流浪的人、跋倒的人、野生的人，因会当定心伫上帝的面前讲：阿爸爸啊，阿爸，我得罪天，嘛得罪你。伊定心觉醒，伊定心都会到上帝的面前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愿咱甲上帝回应，今仔日圣经的话，静静来听，用咱的心来听。咱的心若无拍开，只有靠耳孔，咱无法度听到上帝的声。耶稣的福音就是一个悔改的福音，耶稣的福音就是一个人定心甲上帝和好的福音。拄则我用一个字叫做小和，小和通常毋是基督教咧讲的名词啦，伫台湾吼，小和这个中文这个字，就是定心和好的意思。这个较属伫。一般来讲，就是天主教因咧用的这种的中文的讲法。咱基督教，特别是咱长老教会，咱拢讲和好。耶稣来，甲咱牵手，甲咱带到上帝的所在。耶稣甲咱的手交互咱的天父上帝。耶稣就讲：真完成啊！我来到这个世间最重要的目的。就是将上帝所听的囝儿，甲伊牵倒来，互甲老爸手牵手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会记得每一摆圣诞节，拢是咧讲起人甲上帝三亲近和好的事情。所以第二，伫今仔日的圣经的中间，我要甲咱做伙来想，什么叫做悔改，什么叫做回家。回家较好听，悔改有当时较严肃。今仔日牧师首先要甲咱分享的，毋是干那悔改尔，牧师要甲咱讲的就是，一个流浪的心要怎样找到一个归宿。就亲像一个查某囡仔细汉开始大汉，伫迷茫中爱情伊会仰望，伊将来会当找到一个查甫囡仔，伊是一生的结合，是一生的归宿。信仰是一个比婚姻更加重要的归宿。信仰就是找到一个我们可以为之生、为之死，超过婚姻、超过事业、超过肉体的家庭。所以耶稣所予咱的信仰到底是什么？今仔日的圣经安尼讲，万军的耶和华讲，伫我所定着的日。马勒基并无讲有一日12月25要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日，但是这段话，你若斟酌甲想，足亲像
上帝天使伫空中讲，伫伯利恒有一个婴仔为着恁出世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，所有世间的人拢要归属我，做我的宝贝。兄弟姊妹，这句话是特别讲互你听，这句话是特别讲互咱在座每一个人听。咱的天父上帝讲，伫每一个特别的日子，我为着我的宝贝所定着的日，无论是过活节，无论是圣诞节，拢是上帝代表伊的听甲祝福。所以今仔圣经讲，因要归伫我，呀，这你敢愿意用你的生命来回应这个要祝福你的上帝讲？你甲讲，阿爸，我感谢你。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归回到咱所敬拜的上帝，真心、真性、真力、真意，用咱整个完整咱的所有的咱的意念、情绪，甲咱的理性，咱甲这个上帝讲：上帝，我要敬拜你到一生。你今仔日开始，我无要再离开你。虽然世间有真多荣华富贵，但是我知影，这个世间的荣华富贵，拢无超过上帝你家己真正的荣耀甲丰盛。今仔圣经讲，我要疼惜因，亲像人疼惜伊的囝子。兄弟姊妹，听有吗？听有吗？上帝讲，我要疼因，亲像老爸疼伊的囝子。原来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对心中咱真软来，咱真定的心，还是真野性的心，还是讲真自我的心，咱甲这个天父上帝讲：主啊，我愿意，我愿意做你的囝子，因为你毋是干那上帝，你是我的天父。原来伫今仔日的圣经咱听有，所以今仔日马拉基第3章18节有2个真要紧的生命的呼吁。伊讲迄时因要倒转来，伫迄个特别的日子，因要回家，因要当做一个判断，判断什么？什么是好，什么是歹？敬拜上帝的人甲无敬拜上帝的人有什么种的差别？所以马拉基第3章第18节讲起2个真要紧的智慧。第一，就是伫流浪的世间，倒转来到上帝真理的殿堂，真理甲活命。所以做礼拜毋是一个宗教行为、宗教活动，毋是。做礼拜就是每一个人带着一个回家，甲所疼的老爸作为拥抱。今仔日等一下咱读的路加15章，伊讲老爸远远看到伊就走，老爸看到伊就远远看到伊就走去，甲伊揽呢，一直甲浸，规个拢喙烂。兄弟姊妹，这个形容是耶稣所讲，这个故事是咧讲起天顶的上帝甲世间的人。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的心无搁再交互这个世间管理。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每一个人今年的圣诞节都是回家，有足深的回家的喜乐跟感觉。然后咱知影讲，敬拜上帝甲无敬拜上帝的人，真正人生有真无共款。这牧师今仔我无真长的时间甲恁讲有啥物无共款，但是咱用一生来享受，咱就要知影敬拜上帝的人，甲无敬拜上帝的人，咱的人生真正无共款。原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对这个圣经中间，拄则讲，伊讲归回，你们必归回。这个字其实伊是一个双关语，所以归回是多数的圣经翻译，就是 return， 就是重新倒去。但是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因为这个字叫做数。这个字本身有一个意思，就是答案、讨棒。特别伫咱的白话字的圣经，把克勒牧师伊家翻译做会晓得、晓得，伊无甲翻做归回。这个字就是一个双关语，多数用伫旧约的圣经中间，
70%以上拢翻译做归回，但是有一小部分巴吉勒牧师读到伊内底的滋味，所以巴吉勒牧师甲伊翻译做咱台湾人的话，叫做你着爱会晓得，你是一个真幸福的人，因为上帝做你的老爸，伊甲伊翻做会晓得，因为这个字本身犹原有一个叫做觉醒、明白。deliver 就是讲偷开。我原本是和这个世间的捆绑、世间的锁、黑暗的关系捆绑。我意爱这个世间的声音，我不爱听牧者的声。但是，当上帝的话一发出，我就晓得，我就明白，我的心就得自由透放。我会当分别什么是好，什么是歹。愿主将伊这种透放的观念甲祝福，放伫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咱的心头。对今仔日开始，咱的心有主张，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咱的心有自由，是因为主耶稣的灵就踮伫咱的内底。咱要做自由的人。主祝福今仔日的礼拜，互咱得到一个上宝贝，回家的应允。免害怕，不要却步，咱来相信，无论咱是什么种的行志，咱的天父上帝永远听咱。现在你相信吗？莫怀疑，因为伫咱人生安尼拍拼闯天下，伫江湖顶缘拍拼，真侪查甫囡仔咧当大人的时阵，有当时拢会误会，感觉讲一个查甫囡仔都爱学食薰，才有江湖开口。一个查甫囡仔都爱会晓食槟榔，出去才会让感觉你很上道。有真多咱的生活习惯，这是世间甲咱教的。但是咱来知影，上帝毋是安尼。但是咱有时，互这个世间迷惑，就亲像这个浪子，当伊伫世间拍拼甲一无所有的时阵，伊才明白知影老爸甲伊的关系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。咱犹原会当保持拍天下、出去外面拍拼迄种的勇气甲热情，毋免家己等讨角。因为咱的上帝创造咱伫这个世间，伊嘛是爱互咱管理这个世间，爱互咱创造甲伊做伙伫这个世间中间，互这个世间哪来哪亲像上帝的世间。所以闯天下本身无毋对，但是如果动机甲目标若毋对，就一生空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咱今仔日来读这段圣经，咧讲起耶稣所讲这个浪子的故事。这个故事虽然咧讲起一个家庭所拄到的情景，一个好囝，一个歹囝，大囝留咧过产业，二囝留出去放荡。其实这个故事毋是干那咧讲起家庭的这种的亲子关系尔，上重要咧讲起天顶的阿爸甲咱地上的囝。愿咱今仔日咱会当静静听，通过这个故事，我要甲咱讲三项。当人生中间人的本性有流浪的野性，牧者的声我无爱听，到调外去说。圣诗安尼甲咱讲，其实这是圣诗真了解人的本性。人就爱伫这个世间，伫江湖顶悬有经过风风雨雨，咱才知影讲，原来上帝的平安是比伫这个江湖拍拼更加重要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咱的世代有真侪人，互这个外面的世界吸引，所以咱若无出去行行咧，咱会感觉人生枉然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这个囝儿甲伊的老爸讲，我应该得个业。顶礼拜恁会记得牧师甲恁讲，世间无迄个逐项是应该，恁会记迄句话无？上帝所批判，毋是咱该得个业呢。这个囝儿无想讲，伊出世到大汉，拢是老爸一切老爸老母的温情。伊凭什么甲伊的老爸讲，我应该得个业啊？连伊的生命，连伊成长的这所有温情，逐项拢是老爸。但是可惜，因为伊感觉这应该，
所以就甲伊老爸分家伙。但是伊的老爸嘛顺伊的意。咱毋通想讲咱的天父上帝就是一个挺性囝儿，毋是。伊有愿，互即个囝儿有伊应该得的，就是伊甘愿将伊，互伊的疼，甲伊的产业一致。所听的弟兄们，无啥物代志是应该的，但是上帝所量互咱的地是在伫真水的所在。诗篇16篇，上帝所量互我的地，上帝所赏赐我的杯。这大大超过这个。原来伫伊的面前，咱看见这个惊心的故事。流浪就是出外远远的所在，伫遐放荡毁坏伊的业。咱做基督徒受呼召，进入上帝的家内，上帝就天堂的荣耀做伊的囝儿迄个阳光。基督徒的荣耀靠伫咱的生命，这就是咱的业。但是，咱将上帝的业，甲伊毁坏伫这个世间，所以有真侪基督徒并无警醒，伫上帝的温情的中间，求天父上帝怜悯，用这个故事来提醒咱爱做一个警醒的囝儿。所以这个故事第二个段落，就是回家，伊雄雄觉醒。当伊伫这个世间打拼流浪了后，有一个比较。这个世界甲上帝、甲老爸家是无共款的。咱来看圣经，圣经讲，伊就醒悟，伊就觉醒。所听的弟兄姊妹，这句话是一个真重要的智慧。就亲像马拉基第3章17节、第18节，伊讲，因就晓悟，因就晓得，会晓得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醒起来。每一摆的灵修，每一摆咱来到上帝的面前安静咧祈祷的时，亲近咱的天父上帝。每一摆做礼拜，拢是开咱的心灵的目睭，开咱的心，咱晓悟某一种生命中间的智慧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兄弟姊妹听到上帝主爱的声。毋是通过牧师的讲道，通过上帝圣神主的声，你有听到一句话讲：倒来，我所听的囝儿。这是上帝对咱所讲的话。所以，这个囝儿有一个回应：听讲道较重要，还是回应迄个讲道中间所得到的感动较重要？恁感觉对一项较重要？觉醒若无行动，迄个觉醒是无利益。凡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圣神对咱所讲的话，互咱有一种的勇气，有一种的决心。虽然我倒去面对我的爸爸，我会感觉足歹势、足见笑。当时我寒两骹蠓，真请赢就去闯世界。但是我即摆空手双手空倒来，规身躯垃圾。臭毛毛食猪所食的豆角，食猪所食的喷，较有亲像一个人的样。我想，龙正要去面对伊的爸爸，是有真大的勇气，伊才敢倒去看伊的爸爸。无伊的民主，无伊的自尊，当时的迄种的摇摆，伫天父上帝的面前，拢因为老爸的疼。伊感觉不要紧，所听兄弟姊妹，这个浪子互咱一个最要紧的见证，就是主动起来，都爱找上帝。所以圣经讲，他就起来。和本的圣经并无讲起来动身回家，但是现代译本的翻译，甲伊阁有加这4字，动身回家。伊甲回家这个字放入起来的内听，所以兄弟姊妹，每一摆来做礼拜，每一摆来做礼拜，拢是回家来找咱的天父上帝，无去丢丢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毋好去丢丢，
你若愿意，即时刻开始，上帝要互咱进入伊永无主绝的爱，无去丢丢。即个时刻要恢复咱做上帝宝贝的囝儿。圣经两个所在咧讲起上帝天顶所享受的福气，一个就是诗篇第1个字，诗篇第一句话叫做阿夏。我捌一届讲到甲恁讲阿夏囝，恁会记无？为着要帮助恁较深刻会当记。阿夏囝是啥物？就是即个财主两个囝，即个细汉即个囝真正就是阿夏囝。这是台湾人的话啦，但是圣经阿夏毋是迄个意思，阿夏就是何等有福气的人。迄意思就是讲何等有福气的人。所以诗篇第一句话150篇中间第一句话讲何等有福气的人，因要亲像树栽种伫溪水边，恁搁定心去读。所以诗篇基本上咧讲起伫上帝的身边受祝福的人，巴胡、Macarius， 什么人受福气？心内颂扬的人有福气，因为伊要得到饱；怜悯人有福气，因为伊要得到怜悯。所听兄弟姊妹，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，因为要称做上帝的囝子。八福这个字。Macarius 新约希腊语，甲旧约的诗篇阿夏是同一个字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个礼拜，毋通阁丢丢，伸出你的双手，你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前所得到的产业，我并无认真，并无真好来报效伊。但是我相信，我所损失的一切，你要阁再怜悯我。因为我是你的囡仔，主啊，咱来兄弟姊妹回家吧，重新甲上帝建立好的关系，做真正的基督徒，最享受上帝的疼的基督徒，好唔好？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做伙伫咱的人生的中间，咱做同伴、做家人、做亲人，跋倒的人咱该看，失志的人咱该叫醒。叫天父上帝将伊的好好，甲伊所享受，回家的门永远为我们而开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圣诞节是代表一个像羊羔，上帝的独生囝，互人甲上帝好好，甲家己好好，甲亲人好好，甲上帝好好。今仔这个时代有真侪人对家己无好好，伊对家己有某一种的程度、某一种的主张，但是对家己上帝所予伊无一定伊真介意、真满足。所以咱无才着甲咱家己好好，除了咱甲上帝好好了后，伫上帝的和谐中间，咱才会当甲咱家己好好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日圣经讲，伊的老爸甲伊3日还佫远，伊的老爸看见伊就怜悯伊，走去。咱的天父上帝用这个走去，就是讲真着急、真欢喜、真期待。咱虽然咱无啥敢得去，但是当咱会面往咱的老爸时，咱的老爸就甲咱揽。甲咱亲，这个囝儿有一个真要紧的态度。所听的弟姊妹，毋是干那回家尔。这个囡仔所讲的这句话真要紧，就是回家的功课。所听的弟姊妹，毋惊做毋对代志，上惊就是做毋对代志，佮毋肯面对来负责任。咱世间无人毋捌做毋对代志。那是人永远拢有伊做毋对的经验，但是最可惜就是做毋对代志的时阵暗藏，无愿意坦然。这句话讲起来无简单呢。伊讲我得罪天，佮得罪你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面对家己，面对上帝。虽然咱甲上帝讲，我未堪伫做基督徒，但是上帝敢会在乎这个？
当咱甲上帝讲阿爸爸，阿爸，我袂堪去做你的囝儿。老爸讲戆囝，你较讲迄，一直甲咱揽，一直甲咱亲，你相信吗？你相信咱的老爸是安尼吗？一个流浪的人，伊的脚步，伊的角浅，伊的回应，伊的行动，回家。最重要的结局就是囝甲老爸和好，人甲上帝和好。咱若甲老爸和好了，咱就袂因为咱伫人生中间跋倒，一生互迄个见效捆绑。主帮助咱，所以今日圣经讲，各为晓得，各归回，然后分别敬拜上帝的人，甲无敬拜上帝的人有甚物种的差别？愿主的圣神伫今仔日咱共同的礼拜中间，将这个属天的智慧放伫恁的心内。阿夏，Macarius， 互人称咱做有福气的人，好吗？你愿意吗？你愿意真谦卑恭敬，伸出你的双手，甲上帝祷告，主啊，将这个悔改的画面赏赐予我。主帮助咱，所以最后的结论，互上帝教会来医治这个世间的家庭，因为这个世间真侪家庭其实是一个破碎、受伤、无完全。恁讲是毋是？今仔日真侪的家庭中间所充满，就是这种的情形。昨日早间了后，我甲陈老师做伙伫咧讲起上帝的一个圣经的话语的感动。陈老师讲一个真酸的，伊伫生活中间都拄着。伊讲为一个学生，伊看伊的目色甲面情，拢感觉怪怪。所以陈老师家己问讲：“老师可以帮助你吗？”一个囡仔就一惊，后来伊才将伊心内的惊吓，甲陈老师讲。伊讲：“我的爸爸甲妈妈最近因的关系无足好势，可能因的婚姻有拄着困难。一个囡仔咧为着爸爸甲妈妈烦恼。所以听兄弟姊妹，伫这个世间的家庭，无一个家庭是一个完美的。求天父上帝用这个老爸的家，就是天家，就是天堂，就是上帝所赏赐这个地上的天堂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教会真侪医治人家庭的一个信仰的石盘。愿咱做伙，咱互相鼓励，祝福咱的家庭，互咱的家庭真侪一个真正，互人得到休困，有一个归宿，会让伫这个所在得到拥抱，得到真正的疼。所以咱的教会设立的目标其中一个，教会要真侪人心灵的家庭，恁还会记得吗？咱今仔日礼拜了后，爱举手，甲上帝祷告，主啊，求你互得到教会真侪每一个人可以有回家感觉的地方。阿们吗？都会到上帝所赏赐。阿夏，Macarius， 怜悯人的人有福气，因为伊要得到怜悯；互人好好的人有福气，因为伊要称做上帝的囝子。咱纯粹双手讲，主啊，求你将属天的祝福放伫我的家庭中间，放伫我的教会，咱当心来祈祷。伫欢喜的日子要来临，就是圣诞节进前，每一摆阮点到祈祷的蜡条，阮就深信听人祈祷的上帝，要伫今年将特别圣诞节的礼物放伫阮的中间。主，阮备办这间教会，阮拍开上帝你
祝福的门，愿天下每一个人也会当找到回家的路。主啊，互阮每一个人修生，先伫你的行程得到接纳，愿享受伫上帝你的拥抱。你甲阮抱条条，你甲阮揽，你甲阮疼惜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求主，你有这间教会真做一个，每一个人进入到这个所在，伫这个神圣的礼拜堂的人，毋免通过牧师的讲道，毋免通过人的言语，既然进入你的圣殿的每一个人，因拢互上帝你迄种的疼惜来满足因的孤单。至圣的主，这是阮的祈祷，愿你祝福感纳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用今仔日的祈祷来为着今仔日的礼拜来祈祷。这只是咱三甲来吟圣诗回应上帝听。圣诗202首，同世界归主耶稣，请咱起立念全首。
这请坐，请咱准备来奉献。今日这咱要来行平安礼，咱要用诗歌做咱的祈祷，咱游玩会记得，咱少年身躯欠安的人，黄宏仁伊有进步，但是过来是一个真长期的复健，所以对伊的，因为伊家己一个人，伊独居家己一个人，伊的复原对伊来讲，对伊的这种拢是一个真大的考验。咱为着黄宏仁，伊的复原，甲伊后来复健甲生活，咱嘛为着安美节的先生，即卖伫这个序章，咱恳求天父上帝也照顾咱在座所有年长的兄弟姊妹，咱嘛为着张胜才兄弟，有可能要做一个小手术，咱求天父上帝保守伊有平安。也即咱做用这首诗歌来做咱的祈祷。伫诗歌中间，你若受到你的亲人，咱嘛特别为着苏叶老师伊的亲人，有几个人伫判病中间，伊的孙仔两个孙仔，咱求天父上帝稳定教育咱用。主耶稣伫阮敬拜你的时，阮少年伫阮中间有软弱的人，阮为着阮欠安的兄弟姊妹来恳求主你怜悯。耶稣，你是阮的主，你有医治的权柄，你是活命的源头。主，当阮咧讲平安的时，愿主你的平安就临到伫阮中间特别欠安的人。无论是肉体的病痛，无论是心灵的苦楚，主耶稣，你将你的平安，将你的疼痛放伫因的身上。我用耶稣基督的圣名来宣告，
主的恩典到家应用，主你互因伫忧苦中间有喜乐的灵，伫病痛的中间有平安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愿全然将因交伫你的手中。虽然为着阮中间年长的士大人长辈来祈祷，主怜悯因伫人生中间这个相连的阶段，恳求主你互因日日有上帝你的恩，日日换新，主你享受快乐，更加享受因喜乐，主互因伫相连的这个年日中间。充满愿望，虽然为着阮所有的每一个兄弟姊妹来祈祷，伫今年的圣诞节，主耶稣求你看见阮往你伸出的双手，求你将你的疼丰丰富富放伫阮正人的家庭，互这个疼毋是干那用话来讲，互这个疼是一个实实在在。伊妈落你的疼，主愿学了你，主愿感谢你，主愿仰望你。也即咱甲咱身边也即讲耶稣听你，咱甲咱身边的人讲耶稣听你。咱先来为着即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，吼，祈祷了后才请陈牧师报告，吼。咱先来为着即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，请生日的人来头前，吼。玉雪长老今仔有来无？有吼。咱来请生日的人来头前。咱来请生日的人。咱同心来祈祷，所以阮姊妹兄弟生日的时，阮看见因来到主你施恩座前，向你发出因的恳求。主，你是施恩惠的主，你用你的油抹伫因的身上，你将你的福分填满伫因生命的杯。主，当因向你举出双手的时，主你互因福杯欢迎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你是阮的上帝，也就是疼惜阮到一生的阿爸。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，将天庭的福分赏赐予这个生日的人。伫过来一年的中间，互因每一天用敬畏的心，用谨慎谦卑，甲主你同行。主，互因每一日拢真做一个祝福的日。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，我给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上帝祝福你。我有一个变情，你甲大家讲，来，迄个玉雪长老要做一个见证，吼。感谢主，因为今仔日是我的生日，所以我的新妇，我新妇甲囝，顶礼拜是查某囝转来，即礼拜昨昏是新妇甲后生转来。阮新妇种友好，伊讲伊要去买一个上介好食的乳酪蛋糕，晓，足细个，足好食。然后讲骑铁马出去，骑铁马出去讲，拄好想要入去买，讲铁马动咧讲，蛋糕摕出来结果足感谢主诶！迄一个人讲边边共向咧等红灯拄迄个所在小可有西坡。阮车全甲倒起来，阮新妇全铁马去互钱咧，迄车底落，人全去互烟倒去。
哦，感谢主，无去连对车卡落。阿免，上帝照顾。所以伊家己嘛，伊家己嘛足感谢的。我是感谢主嘞，阮即个新妇甲后生吼，伫咧即马伫邦桥教会，所以伊非常热心，伊是客人，非常热心吼，伊即马吼拢会帮教会拍迄头片。头片。所以伊家己讲妈，我跋倒呢，伊袂开，无法度，即手无法度通开遮，昨暝连要白头毛无法度。嘿，甲我讲，足感谢，头我拢毋知伊讲咧感谢啥咯。到尾才甲我讲，你家己咧说吼，因为阮听你烦恼，所以无讲。所以吼，这实在上帝的旨意咧。加在。上帝的保守无吼，若去互车摕来吼，人含铁尾拢到来吼，就来啊。感谢主，无代志，小可吹送。做稳定交给咱用吼。感谢主，咱感谢上帝，咱感谢上帝。真感谢。主就是咱的一生的瓦靠甲帮助吼，及时主保守咱。后礼拜咱有3个人要洗礼，一个就是郑佑轩兄弟吼，搁一个就是迄个信学的囝，玉芬信学的囝吼，心理吼，搁一个就是依琳的阿嬷，吼，所以咱为着因来欢喜。嘛为着因来祈祷，佮无事要甲恁拜托，就是毋是拜托，要甲恁邀请，吼，嘛甲恁鼓励。咱12月18就是拜六暗，就是咱的庆祝圣诞的前一暗，咱有要做社区报佳音，吼。咱这几年拢出色的人数拢无介踊跃，吼。无事要拜托恁，鼓励恁，就是讲，咱尽量甲迄个时间留落来。咱咧沿路咧报佳音的是彩节，其实就是一个祈祷甲分享，吼。所以咱来当咱尽量将迄个时间留互社区，甲教会做伙来分鸡龟吼，毋是分迄个鸡龟吼，就是真正将耶稣听你通过即种看会到的小礼物来分互咱的社区，吼。下面陈牧师要来做报告，吼。弟兄姐，大家平安。上帝就是遐尼疼咱吼，亲像约瑟长老的新妇安尼。其实上帝伊甲咱讲吼，伊做咱逐日安那及时的帮助吼，随时的帮助。嘿，迄落即款的见证吼，大家爱讲较济咧吼，爱讲较济咧。感谢主。咱圣诞节吼，其实。念伊到吼，后礼拜就要圣诞节的洗礼啊！迄个，咱感谢主吼。其实你著注意着，咱的教会布置足水的有无？吼，用的物件嘛足精致的吼，迄毋是普通所在买，这是向日葵的某一个种花吼，咱来买来布置的。这个布置是。树枝节吼，用插花的方式吼，一个周简豆豆做起来吼。感谢上帝吼，互伊有即种的迄个才能，上水也未排出来，上水也未排出来。好，我伫遮咱要来报告吼，咱今年有真侪人咧问我，到底啥物叫做圣诞市集啦？吼，其实咱今年的布置吼，甲今年咱的圣诞节，咱有做一个。迄落期待甲愿望，因为疫情的关系吼，人的生活变做真无共款吼，真无共款。听讲过来囡仔吼，讲话发音会无正确，伊人喙拢暗咧讲话，吼。过来囡仔看人的面吼，嘛会真奇怪，因为拢看一半。这是咱爱面对的吼，面对的事实的代志。但是吼，咱的教会今年有一个期待，咱要甲咱的教会甲布置甲足好势咧，互人为遮行过啦吼，感觉哇，那回家的感觉。所以今年吼，咱外口的迄个要牵灯会，互安路吼已经甲咱有备啊，咱要请咱的乙级水电工吼。搁一个
真厉害的辅仁大哥，吼，嘿，啊，搁一个真高雅张家富基德的雨生，由于即几个代表吼，咱伫今下晡就要开始来进行。这个圣诞市集吼，请咱大家来配合。咱无对外开放，但是咱是按算150个，吼。看上的车停在龙尾遐，因只要做工程，可能麻烦刷一下。阿囝，BDK 8633，CRV 咱敢有人的车放伫遐8866吼。咱若有停伫遐的人去甲刷一下，吼，龙月可能要做工程。若无咱就甲讲，迄毋是咱的就好啊。无因伫遐一直念哦。这个圣诞市集吼，咱伫个迄个咱今年特别甲咱的社区报佳音改伫个拜六，因为往年拜五出席率足歹咧，咱伫个拜六，咱希望教会全体的人会当出席吼。19就要做感恩礼拜，所以主日学小朋友是19领取圣诞礼物啦吼。这个圣诞市集伫24，咱无对外开放，但是咱按算150个甲200个中间吼。咱爱准备迄个材料，咱要用报名的，你会当邀请你的亲人朋友吼来参加一个真温馨的圣诞节吼。这个圣诞市集内底有一个拍照区，这拍照区吼毋是普通的哦。咱特别邀请一个新闻记者，专业的，吼，要倒来拍照。陈云秀，伊即马逐日咱若听中广，拢会让听到陈云秀报道，声足好听咧。顶礼拜下午4点吼，伊要倒来拍照。伊真正真专业哦，伊翕出来。咱有要布置一个拍照区，这数据一个工作吼，咱拢布置好，你就知影迄个功力如何。好来，搁来，咱内底有咱的青少区，甲咱迄个妇女团体，甲咱教会的人，咱有备一寡迄个小小的市集，就是要互咱讲吼，入来就有回家的感觉。昨昏玛丽应该也爆米花机吼搬来啊吼，搁有哦，搁有棉花糖机吼，棉花糖会做甲足水的一蕊花要送互咱各位。搁有真侪巧手的妈妈已经来报名吼，要伫迄个时阵展现她小小的厨艺。但是这个问题是咱唔敢对外开放，即马拢猛爆性的，人来看有啥物货，规定人拢接去吼。咱唔敢安尼开放，咱迄日有咱专业的迄个灯光师吼，要甲咱看甲足漂亮的。有券的人才可以进来，有券的人才可以进来。你要如何得到那个券呢？一张，迄是讨论，未讨论出来一张偌济。我暂定100块啦吼，印一个券，迄个是咱实在是要统计人数的啦。你邀请你的朋友来啦，每一个人都要有那一张券吼，才会放你们进来。较袂到时吼就乱嘞。我邀请咱大家来参加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回家，来过一个温馨的圣诞节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大家就来。可以，大家就来哈。这个咱今年佫增加24暝的平安夜，24暝拄啊好礼拜五晚上，25拄啊好礼拜六。礼拜六的圣诞市集，咱可以下晡4点就开始吼，咱到时会佫较详细来介绍。那我甲咱报告，就是讲。你为什么开始去想你要邀请什么人来？你要传时间来参加，迄个等咱迄个券印出来，就开始迄个来发售啊希望咱大家迄个认真来参与。报告以上。
这只是我来报告，请咱掀开咱周报。顶周的聚会，请咱家己看。本周的聚会拜三暗8点，有祈祷会，有线上嘛会当来到礼拜堂。拜五家庭礼拜暂停，青少年团契拜六暗7点半伫教育馆。查经班拜六暗时7点半，咱嘛有线上吼，嘛会当来到教育馆的2楼。圣港的服侍下礼拜聚会，请张世昌执事，司琴请刘一鸣兄弟，司宪请张丰仁、何素基2位执事。招待第2组爱餐暂停。新安宫的读经，请咱照这个顺序来灵修。集体交通第一，请为圣诞节的礼拜活动来祈祷。12月12有圣餐甲洗礼。18日早起时咱要灌气球。暗时有社区的报佳音，请咱将这个时间甲留起来，踊跃来参加。19日圣诞节赞美的礼拜，咱中昼有爱餐，欢迎咱邀请咱的亲人来参加。24日暗时有平安眠的礼拜，25日咱下晡对内有圣诞市集的活动，请咱将以上咱报告者的日子的时间咱拢家己留起来，咱踊跃来参加，咱做伙来回家。第二，12月11暗时7点半有问道理，请小会员出席。第三，欢迎大家参加线上的查经。新的一季查经的主题是行往上帝的灵修。牧师带咱真好的读经灵修的方式。欢迎兄弟踊跃来参加这个查经班。生日的有许秀英、崔玉雪、洪占素莲、张家富、陈伟哲、陈千恩、庄玉兰、曾志信。洪秀珍、詹秀月、张佩琪、张美女，请咱为着以上的人求上帝赐福。奉献报告，请咱家己看，若有出入的，请按过继人员来更正。大岛的事项第一，请为着台湾甲世界度过这个武汉肺炎的感染来迫切祈祷。第二，咱嘛继续为着身心欠安的。兄弟姊妹来祈祷。第三，嘛请咱为着咱教会青少年的身心灵甲因的课业来代祷。第四，也为着咱的适婚的青年的婚姻来代祷。第五，嘛继续为咱的姊妹教会代祷，韩国福林教会、集集教会、德克达雅。报告以上，请来。这是请咱三甲来吟上吟圣诗507首，荣光归圣父上帝。请咱起立吟全首，吟诗线请曾牧师接导。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，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，
甲恁众人三甲地地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大家请坐，灭道闭会。